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我们听懂的时间。我是今边的先生高伦，第二教大家呢是太极拳的动作。太极拳是我们太中华民族发明的运动，底部有汉语、经络、道家的养生技术的底部。太人可以健身，小人呢可以丰盛强身，老人家同样嘛可以养生，速度唔会太急。强度唔可以太大，可以帮我们小人、大人、老人家做一身人的运动。等下都同先生共下来运动哦。在开始主要运动之前，我们先来做热身运动哦。来，第一个动作同我共下做肩部绕环。好，肩头要拿上来，不用拿上来。让不用下去，慢片，天天你做，慢慢地做，唔怕。第二个动作，腰部绕环，动作做比太唔怕，天天下来，慢片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步道往两只脚顺七七，同样四分莫翘翘，都是莫突突，脚要拿上来，不用下去。第四个动作刷腰，两只手顺七。慢慢地来，唔好太急。第五个动作，提膝开胯，脚同埋共用。头前两摆，第三摆打开来，第四摆鼓来，一、二、三打开来，四鼓来，一。2、3、4，弯脚慢慢地弯，动作嘛同样做比太，慢慢地来，都好诶。第六个动作，大马步做，4分坐下去，要记得七条唔安尼无力打开来。4分莫翘翘，都是莫突突，安尼起顿都好诶，安尼起顿，好来慢片，再慢片，好，第七个动作起落式，脚打开来，同个肩头平抬，手慢慢的放起来。吐气往下做，慢慢地吐好。下一个动作，向下来做，起来，打开来，又过来，又坐下去，放起来。打开来，回来，我坐下去，天天你来都好，唔是急。所以讲，我哋小人、大人、老人家拢可以做。最尾一个动作，一只脚头前，坐地后背。耸起头前，坐地后背，耸起头前，各两摆。我哋弯脚，4分坐地后背，耸起头前。
好，我哋今日咧热身动作都做到一片，也慢臀先生翹下来做主要运动哦。第一个动作独立步，咁样我哋先做竖嘅动作，竖quite简单，哦，安尼耸起头前，安尼都好嘅。右片，左片，右片，都右竖嗰個，左竖喺下面，彎片，左竖喺當個，右竖喺下面，哦，打開來，彎豎，打開來，彎豎。打開來，彎豎，好，再來係腳嘅動作。腳呢，當而家要做嘢咧動作嘅時節，要注意哦，唔好綁到，哦，要綁到嘅時節，腳輕輕咧綁下來，哦，唔好綁到，好，一慢一隻腳。拿放起來，好，打開來，切頭，拿放起來，安尼，冇強用，慢慢地做。喺老人家腳唔怕，先俾我天嚟下，再切開來先打開來。第三個動作。切頭拿放起來，個五個腰骨的高度讓豎過來，安尼天天呢，哦，俾我天嚟下，再打開來，拿放來，豎過來，喺太人細人呢可以做到腳唔是用天嚟下都切過來先。身體冇拗咪綁到，好，身體切開來先，好，係切切咧，一隻腳，好，慢慢腳全切切咧，坐下去，夜慢慢，安尼，好，安尼身體會擴張。彎片強用，我哋先將腳拿放來，豎，穩左豎喺上面，用強豎下去，老人家點一下唔怕，我打開來，切頭拿放來，舉來，一 V， 再來，好，第三拿放來，舉來。太人、細人可以切下佢啦先，腳莫變啊，天嚟放，切佢啦先。一開始動作可以唔好太大，愈來愈厲害時節，做佢啦先，豎打開來，腳嘛打開來。做手做腳，所以呢，我哋都彎片，天天你來做細嘅，豎擘一個拳，腳佢從埋喺擘一個拳，打開來，拿放來，舉來，打開來。拿放來，舉來，我記得咯，腳莫騎下切切，隨時可以彎片。
可能性可以做大么？腳喐手呢唔怕，冇騙。解釋動作，左邊右邊輪流，先坐下去，出腳，鬆身體，提好嘅腳拿上來，坐下去。雙腳打開來，坐好嘅，另外一邊拿上來，兩邊平穩，要記得咯，要企好來，唔好彎倒。天天呢坐下去，鬆拿上來，天天呢鬆過去，拿上來，兩邊向下坐。好，也係我哋今日嘅動作。做運動之後，我哋做18個身體變強壯嘅運動哦。來，也咪同我哋做，兩隻手上面綁，兩隻腳拿放起來，10秒鐘，好，變強壯。好，第二個動作同我哋共用，一隻腳跳前，一隻腳後背，啊，一隻手準備切，另外一隻手。好，反過來，再來，我哋彎邊、彎腳，另外一隻手準備切，攬一來，第三個動作同埋共用，兩腳打開來，肩頭，兩隻手落背。再來，共用兩邊向來對頭前，18坐下去。頭晚嘅動作學唔學冇？等下都團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第二個動作金雞之姿，哦，喺我哋頭前教過嘅動作嚴強下。第二個單臂禪師，哦，數。共用，以身體前面擘一個眼，上面到肩頭，下背到肚臍頭前，安尼擘一個眼，做數碼嘿，好，擘一個眼。好，也係手嘅動作，再來腳嘅動作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好，左邊、右邊，鬆來鬆去，左腳左轉，右腳右轉。做嘅時節，要記得師傅莫翹翹，莫搖個尾손哦。
竖脚加放起来，慢竖，一个是第一个动作，再来运手，两只手，可以唱的开采共用，右转，左转，右转，两只手，拢尽量向头前。再来脚共用，打开来，嘛是安尼送来送去，后上去吼脚有力，坐下去打开来，安尼咱个角度，老人家咱个脚较细些，吼共用嘛可以送来送去。也慢竖脚，向下来做，做起眼的动作，运手，左转，右转，左转，右转，两片。再来最尾的动作，经济独立，要记得咯，要企好，莫忘到，天天呢打开来，竖过来，老人家点一下天来下唔怕，让打开来，膝头拿放起来，高我们肚脐的高度过来。慢片嘛，共用，起好，打开来，也慢，俺哋三个动作，向下做嘅哦。单臂缠丝，右片，弯，左片，再来，运手。还有咧，经济独立，坐蹲，拿放起来，右手右脚，弯片，起好，拿放起来，左片，右片，安尼，拢袂
是只俺人都来向下做，做薯片。两只手匀熟，金鸡独立，满片，水面一摆。满片，两只手匀熟，金鸡独立，起好拿放来，满片起好拿放来。再满片，也都会今边的动作。做运动之后，我们做18个身体变强壮的运动哦。来，要么同来做，两只手上面绑，两只脚拿放起来。10秒钟，好，变强壮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同埋共用，一个脚跳前，一个脚后背，好，一只手准备切，另外一只手，好，绑过来。再来，我们满片，满脚，另外一只手准备切，那一来。第3个动作同埋共用，两脚打开来，肩头，两只手落背，再来共用，两片放来，对头前，18坐下去。今日教大家嘅动作，大家学唔学冇？我记得每一顿身上向下来运动哦，我嘅身体同精神也会越来越好。听通，我哋下次见。